后再劝他学佛。我们这几天所讲的也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学佛就是学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过一个自在快乐的日子。学佛是学这个。学佛不迷信，学佛没有坏处，对他的学业、对他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。为什么不肯学？凡是不肯学的，都是对于佛法有很重的误会，对佛法一无所知，这样把机会当面错过了，这很可惜。所以要劝他实践，就是守法、守规矩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要有规矩，要有法度，要知道修福。修福则是断恶修善。更要劝民般若，要劝他智慧重要。不能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解决不了问题。福报不行，福报再大都解决不了问题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《禅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这个东西要智慧，福不能救，生死轮回，福救不了你，可是慧能救你。所以说智为能度，度就是帮助你度过生死苦海，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。要智慧，福报没有用处，再大的福报都不行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不但生死不能解决，就是眼前的健康长寿、年龄大一点的衰老疾病，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，福报不能解决。不能说我钱很多就可以不生病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可是这个问题智慧能解决。有一些人看到我，向我请教，法师，你的身体不错，有没有练什么功？以为我是练功的。我有一年在旧金山讲经，听众里面有一位是从中国来的，那真的是练功的，听说是高段的功夫，而且有特异功能。特异功能就是一般我们讲有神通。我在那里连续讲了好几天，他每天都来听，告诉听众说这个法师的功夫是上乘的、高段的，搞得信徒来找我，法师，人家说你是上乘功夫，你应该传授给我们。但是他说这个话，老实讲也不假，可是也不是真的。《金刚经》讲的非假非真。怎么说非真？我从来没有练过功，这讲它不是真的。不假怎么说？我心很清净，这就不是假的。我常在讲题上讲，最高的原理是心清净，心清净身就清净，没有理由生病。所有疾病的根源都是妄想烦恼变现出来的，你没有妄想，没有烦恼，你怎么会生病？所以要晓得一切疾病的根源在哪里，你找到这个东西，这个比练功真的是高。练功，他妄想烦恼没有断尽，他有时候还会生病。妄想烦恼没有了，根本就不会生病，道理在此地。这些道理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多透彻，我们怎么样做都还在《金刚经》的范围之内，没有超越过去，全都在此地。所以智慧重要，我们要重视智慧超过福德，智慧非常重要。从速修学净土，修净土要快，不能够再迟了。我告诉诸位共修的1天9次的十念法，这个十念法很多经典都有，都注意在里面，这个很好学，效果也很好。金刚经这个本子上有，希望诸位同修多带几本回家。人家如果在问的时候问你，净空法师身体很好，他是修什么功的？你就把金刚经送给他，他修金刚般若功，
道般若与净土的关系是一而二，二而一。般若是开智慧的，净土是归宿，真实智慧的归宿。也可以说净土是般若真实的受用，不归净土得不到受用，一定要归净土。4. 生机不是为自而，原为度众